各位聽眾，歡迎你人到對來檳榔福建的節目。我人新正過了，就要接落去講幾個故事，無辦當了。這個禮拜我人請到真係多人來聽，有一間新的面，有一間新的面。歡迎啊！你人來到檳榔福建的幾個故事。這個禮拜特別嘉賓是老趙講幾個故事，我的幾個師傅南西。歡迎。然後頭一擺起來講唔是啊，只久唔捌來講幾個故事了誒，無毛病，歡迎。了個有個對對對，還放得下，個有加工老趙歡迎。歡迎大家好。了個有老趙金蕉歡迎，阿蕉歡迎金蕉。Hello。對，了個有helicopter，定然來佢講過啊，我哋到底係 helicopter 歡迎。歡迎大家好。即係幾個數嘅 helicopter。了個有，今天是不是新椒來咯？安怎我只看到咧？只看我是阿蕉哎，你是不是新椒？哈？頭一擺來嚇，無買我你買無聲，我都差唔多坑。try 下 try 佢，佢 try 下。新椒就開卡，無聲又無坑無聲嘅。新椒咁樣係係怪我。新椒，然後你 try test 下，無聲個，無聲個，你有聲是往嗰度講，你看咩？看咩？無聲喎。冇聲啊！你是會教啊？嚇，做唱，你我叫你邊啊？冇，你開 test 你麥去你 Google Hangout 下邊個換你麥去。會聽到無？啊，會啊！哇！你聲真好咯，你夠講幾個書本啊？我看你是。感謝你。你是新疆啊？啊，我是老聽就唔知啦，特別我是新椒在這邊啦。係啦，我問你是到底你是到底邊你聽邊咧學見聽落句啊？我4年了。我4年，特別你頭一擺來參啦。那無咧？就是你頭一擺來參咯，伊做咩食咱嘅句咧？因為無 always long recording 嘅時我無啲啊，無影啊。你當然到咯。我到吉隆坡。吉隆坡 ，OK。吉隆坡，你名叫咩呢？我名叫司徒杯。哦，好。司徒杯嘛，好名。司徒杯，你就是等人哋，你是唔是只幾個數講嘅啦？頭一來參訪是參幾個數？無啦，我有真耐啦，特別冇呢隻啦。啊，特別看你使老掉啦，看你看那是你無愛困啦，講你老掉參訪講，把你話地。會使。司徒杯聲梗好聽啦，咯，成日梗 radio personality。因為我做 radio 嘅嘛。啊，我聽得出。Thank you。等我俾對一隻聲。司徒杯你做咩電台？免講。細間在吉隆坡3字嘅呢。ABC 電台。哦，我知啦。哎呀，南西仔講，會使講嘅。冇啦，我冇 play 下面 music 嘅啦，我講話真係字。Talk radio 啦。Talk radio。哎呀，那時講我到啲吉隆坡做，我咪到啲邊度我邊做咯。會使。Talk radio。這物件 ，there's quite a lot 物件，這物件講嘅啦。我家姐是講 business 啊。哦 ，business talk 啊，แล้ว你是講阿莫話係咩？阿莫話。哦。因為我人有一個阿嬷是講 business 嘛。哦。Yeah， 我知89.9對。
了路聽啊，了路聽到一間啊四大杯哦 ，Hello, welcome to 89.9 I am 四大杯啊。四到杯做工就早啊，我 start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哦，好笑，然後咱正 radio DJ 本來參人邊個見？冇啦，我 set up 冇成日錄人嘅水啦，錄 micro suspend 人嘅水。錄 micro 嘅大機喎。我就係見大機嘅嘢。梗係慢嘅啦。多張嚇，同我吹劍咗，多。誒，我 radio 咪是別使講嘅了。我講我，但係我未做，我都未做 podcast 啊。我係講嘅話題嚇，是對佢未辦嘅，平常時，所以你問你知？你問你知對？因為這邊就冇學見 podcast， 冇學見 broadcast 㗎嘛。都是啦，我都是做咩事？我做咩事 start 邊咧學見 podcast 7年整嚇，而家攞清康過你，康過。康4我是 start online， 康過當然是幾年啊，13年嘛。8年咯。8年啊嚇，差唔多係8年啊。我實位咪我8我 start 嗰陣時，我是8年整 start 邊咧學見就是做咩事就，因為這一人聽，等陣我講定就先，我會講定就講白你話題就先 ，keep 攞就，我講嘅是就是我聽，我到啲邊個嘛。所以我要聽邊咧學見話啦，聽我要聽我哋等嘅 podcast 出時，我講 podcast 未必會啊，一冇人做啊，我等一年啊時我自己做咯，然後自己做嗰時我個發覺到咧，即係人無面愛 support 係是，因為伊個讓感即係人邊咧嘅人咧感覺到講學見話係成個只無面嘅咧喎，尤其是嗰啲 broadcast 出嚟。你唔係關事聽細行嗰度，你唔係聽佢邊咧學嘅 broadcast 啊，所以你就聽 recording 嘅 program 時，你聽你聲即係嘰哩嘅人講。但我被改，我被就是被改伊即個 image 就人感覺到，哎呦邊咧學嘅人唔係嘰哩呢，所以換 image 所以就用 podcast 做咧，佢頭一條會曉收聽 podcast 人，佢就是淡薄較high tech 淡薄，你哋用一個 computer 啊 equipment 係咪嘛掉 ？That's true，你係嘛？所以當叫我 continue 就做咯，特別咧。好歡迎，真正歡迎你起來定感謝。Actually，老實講啊，唔是 ，actually 是我 colleague 啊，in the same radio station 教我講介紹你聽啦。Yeah, exactly. So that's why 介紹咧，我聽咧，我就打你條咯。哦，你本是邊人啊？我是邊人嚟？你教你嘅？伊本是邊人嘅人嚟？哦，而且伊唔打，伊唔知人出去吹咧，伊一早起嘅時就嚟講，喂，你聽呢個，你捌聽過哦？即邊人學見嘅 podcast， 我唔捌聽過嚟講，哇，少個無一地啦，一人一個咁樣，我夾模線。對啊，咁你夾我叫你夾模線嚟㗎啦。你無少嘅人，我咧就是為你起來真發球嗬。Yeah, that's true. OK，嚟實嚟發普羅個到底嚟邊人？咱個就去講幾個故事，即係你別人講故事，你就我係 professional，我人第一個講幾個故事，佢看到幾南西先生咧，就對嚟教人參加幾個故事，南西，頂住你要教我講話，教無毛病嘅故事，按照看到你教無毛病出去時，按照看到幾個故事講我聽啫。唔是解出去。哦，唔是係講。我人是啲 iPad 咧邊個 group 咧邊個講起，甲順格事情我講起，因為我 previous 12個月，唔知啊，1個月是我有 recording 嘛。你有咩叫弄起來啊？哈！幾百弄起來啊！對。頂個月是唔是？對，頂個月。Before 先正，唔是頂個月啦，個爭佢到等人因得頂個月落先正咧。我先正，我講先正係迄。哦，哈，了。先正嗰邊了，我有看到有一個 topic 嘅時候，講。咱講咧吼，了我係 monitor 嘛，係甲咱講 whisper 一項件。哦，因為我看到我聽有，聽有，了我甲人講咧，可能講甲安尼會使得煞咧唔講啊。哦，because 你我人講無講咧，互我人看。我感覺特別人個啦，笑啊，哎呀煞啊！特別係我看到啲烏影，一個閃一個嘛，了過後就過後應該是就攏車了嘛。哦。
了隔壁就浪接我隔壁嘅厝嘅門啊嘛。哦。before 時我你講嘅是，咱是講幾個特別是別嚟特別，咱講先正特別。冇幾特別嘅，哦，喲，笑啊笑哦！講到就是邊咧學見到時，你可能係過聽，過有講有笑，過有啉，過有幫助，過有看鬼，過有浪車。攞其他咧係咪接駁？咪講咯，講有時著特別嘛。係啦係啦。呢個當冇被調錯咯，伊講應該是正你撈，應該往啲 group 呢邊解 iMessage 呢邊解講啊，我講起，咁之間冇白一看嘢，看一半冇一半。伊講我人講伊阿妹換件，咪嗰啲嘢。哦，伊家己講佢。斜西啊！所以我覺得應該啦，你行鬼嘅。確看嘢撈斜西是擼撈斜西。哇！撈斜西啊！你拍國一半時間，講我後尾看兩件嘛，都話講我呢啲。誒，你講到對，我俾問到對即係阿蕉係你阿蕉困啊？Hello。阿蕉嚟，甲我講話，你俾問即個南西嘅話題先。哦，冇啊！是你講見浪仔講最近無久之前，在 TV 講一個東南查某攝裝嘅。哦，在蘇荷島有。嘅時下有人看到伊會唔會出現是大啲伊荷島嘅電梯內邊誒 CCTV 嘅 footage 係。有。我看都唔知係咩物件。我冇看過。伊每聲咧開起啊是，伊看到物件嘛，你直直走出去看，唔是咩？哈！你成日怪怪嘅，我呢就伊迄個 clip 我看嘛，感覺真係無爽嘅啊！我唔知南西有看過。南西有看過。你 video 啊 ？OK 啊，有啊，有 video。阿蕉你放啊，是你不要放？阿 John 你放啦，你看啦。OK，哎呀 ，chat 你，他媽都幾好啊，冇曉啊！哦，到Twitter 嘅，等陣，到 Twitter 嘅。其他我當最最看過嘅。看過。我唔捌看過。哦，看到，就是伊行出去偷看，咧個行入來，咧你電梯未開門嘅，唔是咩？有時奇怪，你做咩屬於電梯未開門，搞到尾嘅時間嚟，攏看到尾嘅時間記，真刺激啊！其他我，呢個是家己講話，佢成日跳舞咧，看。maybe 是頭腦表。嗱，你聽，攏看到未？看了。看到。南西要緊南西看到。啊！伊是但一站你看到，伊但一站你看到，伊是頭腦無事啊來頂。無你看伊但過來一杯酒，安尼一站。你嗰時第一站咧未行，咪看第別你會行咯。你愛逃避下，逃避，你愛逃避。嗱，個走去看。當若是要看咧，咱特別去咧邊咧學見到咁嘅朋友位，我放下嚟 link 到啲邊咧學見到咁嘅朋友能看。誒，個喎，一對。哦，對，我特別make sure。有時奇怪，做咩屬於電梯門冇家己扛嘢？係啦，嗬。伊應該入嚟啊嘛。啱啱入嚟。佢哋唔驚入去啊嘛。我你感覺你唔驚啊？嗱，什麼嘅？你入去電梯裏面啊？電梯裏面咧，頭早伊看了，伊走入去時嗬，就入啊。伊未走出去時，伊入來啊。哦。那邊人喺南西搭波閘咯。我冇看到人，特別我知是伊入來啊，應該是。應該是入來啊，所以伊改白命。你改變咩上一個電梯啊？應該是。你可以噠，你可以噠，伊不等。伊是 try to 做下咩 actually？伊要企上來。伊唔會冚啊，伊未冚啊，所以我訂咗咯。我 account 做咩 ？normally 我冇看 account 嘅嘛。你個寄出去。應該是交 account 人講話嘅。嗱，你看。
你都注意啊，後早伊個 camera 嗬，盡隻補隻嘅都咯。誒特別人講伊個咧帶嘛，伊個帶人講人edit 過啊，伊個帶。冇啊，這個是誒馬達綁出來嘅，佢哋把佢開始攝裝嘛。即唔是 C 啊，是個綁出來咩？因為除掉呢個。伊 story 是伊攝裝，然後這個是會唔會一個 footage 嚟，然後你再會唔會啊？你看個了，佢就講係咪說係咪？哦 ，OK 嚇。你但係等推但係走去啊，冇去啊。你話冇去咧嗬？伊等推冇啊，南西個大邊個唔驚？哦。OK，兩塊差唔多。嗱，看咩？我看，嗱咩看嘢喎？我看這個 clip 嘅時候，我你看我成日未穿開咧，反正感覺嘅啫。哦，驚咧，冇爽，冇爽嘅啊！冇爽咯啊！逼切咧啊！開啊！佢是因為頭仔嘅查某定啊嘛，一站唔是咩？特別冇上一樓啦，查某冇去了。上一樓咩冇去掉啦？我冇看到，因為看未到又冇去。嗱，等佢冚到點啊？應該是伊 first time 伊走入去過來接來時，應該是伊接來嘅喂。一個人啦。誒嗱，伊這是辦嚟樓啊？哦，冇上樓。即係冇上樓啊！哦，maybe 大媽係是冚嘅時嚟啲企。因為一大樓嘛，大媽係是。早伊要大時，伊未冚，所以咪想講大白你看搖咯。啊，了。這就冇試咧。伊吹到啲我的燈位啫。我的燈位。都在電視接來哦，你亂 playback 嗬，我都在電視執接來。哦 ，OK，等我個辦佢。唔都辦佢我都在，就一塊頭整你。OK。Jadi aku ada orang Facebook yang share le ilang ki hotel hip le hip sangat ye kulit surrounding kan kan no. Ha. Le ke surrounding kalau ilang Tiongkok ilang ki hotel ada hip. OK，等到我辦誒，啷看到我呢？你真冇看到，啷看到誒？我 share screen 咯。等我 share 呢 ？share screen this one。OK，share screen。OK，看到啊？我講確定都 stop 啊。啊。十個節嚟 ，OK。嗱，一直來都已經訂咧一站呀，一直冇 try 一直頭訂咧一站呀。反正奇怪，做咩事咩劇邊啊？頭尾出來。嗱，這是啊。你想下有？安尼是接來啊？還是走去邊啊？還是行？安尼是接來啊？嗱，正接來嚇。背個。差唔多係啊。嗱，你講話聽接來是幾時啊？頭早伊還未行出去嘅時，就接來啊。哦，嗰時頭早正解伊正接來了，正解伊就來啊。哦，所以當然到啲後背啊啦。按照你 sense 掉哦。驚啦！嚇，係咪驚？未穿開啦，驚啦！所以你 feel 到其實是有，其實是冇安尼哦。但係 for second time 冇安尼做呢，地頭手甲做咩？頭知道轉哦，所以你 instinct 嘅呢頭知道是。你頭知道，南西是頭知道看這個 clip 嘛？我頭知道看嘅，我唔捌看過，我唔聽過，我唔知咩數。哦，你就我是已經隨到時事啊，就啲台灣嘅事咯。我懷疑啦，就我時候是未必是伊成日未必特步步，伊腦我已經冇咩好事啊。死去喎！是啊，伊就是成日。因大啲hotel嘅，我特登會除掉伊嘅 body 喎。呢是 hotel 嚟啦，是自己跳落去啊！上一個 hotel 裏未必自己跳落去。我唔知哦。但是伊直直互人互伊零件。插亂你啊嚇！插亂伊似伊了伊。想講咧，大去啊！大可能可能。哦，等下我講一個故事啊。我是 hotel 嘅。這是喂，你 friend 講
講嘅，正講舊年嘅時，在新加坡嘅時，在啲一個地關嘅 hotel 啦，養樓卡是 shopping centre 嚟，你要一個 Starbucks 啊，有時講啦，做咩事紅響一個 Starbucks 未裝修了，佢裝修過，因為最近一個事發生嘅事是，伊個 manager 早起 Starbucks 早開嘛，伊去到人家開店嘅時，因為平時伊有外口嘅，你伊發現到，做咩事淡淡嘅款。到落頂面會跌落嚟，一原來有一個看，一行去看伊時咧，原來就是看到一個body 啦，跳樓啦，就是要會跌落嚟咯。已經跳咧嗬。查某嚟死咧。所以掉到啲 somewhere 呀，伊無落嚟托卡嘅。到啲頂面伊什麼嚟嘅火焰咧反而啦。哦。無頭嘅。伊是血跌落嚟，淡淡是血咧，還是伊身軀嘅水？我唔知，應該是血啩。係你看啦。Because 我知講死人嘅是伊身軀出水嘅，對唔對？冇，應該是不如應該是 quite fresh 㗎嘛。你有佢牛新聞啊，我就馬上 check 到啲 actually 有啲新聞啊，伊是差唔多60站你可能跳落嚟拔咗落嚟嘅啫。哦。安怎係拔落嚟唔知啦，大概話如果嗰時有時叫做natural death 係嘛，特別冇頭啊，即係你頭 ever 除掉到啲什麼？你話唔知啦，because 頂面上學掉嚟嘛，所以陰有啲咩除講，接多一個話多一個棚經跳嚟 gas， 隔連隻你就講拔到面伊騰啊，就有破上面。還是有跟你安怎樣計在嘛？咁咪佢除咯，小除冇掉啦。龜牛是有除掉，是一個暗號查某嚟。哦，你一樣就叫除一個priest 是神父去上家叫咩啊？我叫咩啊？念經然後對這個 priest 嘅念經嘅時，佢看到做咩事？一個 bellboy 們菲律賓嘅 bellboy 們對調起來了。有佢後位朋友伊講說伊講這個告訴嘅是係邊樣嘅去查來啦，去 check 咯。原來這個 bellboy 到底係自己嘅事哦。佢後I mean 是 after that 啦，早起嘅時咧，佢看到有一個阿莫查某，伊個行李去坐電梯。特別咧，即個查某咧無頭嘅。伊經我啲無頭嘅去電梯是無頭咧，看到咧驚咯。所以伊冇去 find out 講是後面 what happen 咯。這就是 story 咯。這是幾多來回嘅？阿毛無頭龜，到新加坡。有新聞啊，萬一咁啱去 Google 嘅時，個看到這新聞個。OK 啦，就先啦。嗱，我俾問即係我俾學即係helicopter，等下俾 helicopter，我俾佢 helicopter 講自己先 ，helicopter 就係。Hello。helicopter 是走去買新嘅買啊嚇。係咪？helicopter 買新嘅買嚇。對啊，到 China 對嚟買新嘅買。我到啲 China 去買啊。對。未歹啊。冇 helicopter 啦，真係去我想唔制白界。So far so good，嚟講就去講。OK， 這個是頂擺我讀嘅是我嘅。等，sorry，插落你就頂到你講嘅是鬼，告訴你講咩啊？Scouting 嘅是。Scouting， 對，玫瑰嚇，對。吉利哦，攞嚟叫你阿伯，係你話吉利話嘛聽講，喲，一聽個驚我冇咁樣講。你講。這個是頂擺我人讀嘅是多Selangor 位啊 ，DJ 位。所以我嘛多rented 嘅 condominium 掉。所以就多。所以我先去嘅時，我甲人睡房間嘛，了 after 大 few months 後，嘛就有 group of friend 嘛被 move out 咯，所以家己一間嘛。所以隨來隨去，我找到一間
quite good deal lah. It's in Banji, it's in the market range, but it's corner unit condo also 真係大間嘅。There, so 話咧話 four of us 啦，我大 master bedroom 嘛，我 share 加一個roommate，然後個一間大 middle room 咧，一個查某大 small room。So four of us 我人嘛是 OK 咯，白白滿意家裡住咯。So 嘛未半日，我今日經濟半日嘛，so 個無呢 lucky 咪講半日是等人嘅切櫃你知喎。哦。然後我人個半物件暗暝你做，放屋咧個半物件嘛，8、9點喺個半物件半加1、2點。有。撞嘅聲，我聽到查某嘅聲，到對嚟。唔知。我聽到查某嘅聲。有啊。咪講呢？講啊，係咪人講嘅？你頭先我聽到聲是住嚟，是唔是？有係咪嚟？是唔是4度杯？早我都聽到了，真久都聽到了。我冇聽到是4度杯，但係定係4度杯咧，係咪有聲？我就有厝人哦，別人哦。冇。特別頭早喺你成日報告新聞可能聲嘅嘛？Maybe 是 computer somewhere。OK， 我早我聽到我個成日攏住。我個4度杯講話時，我都聽到佢哋打嘅聲，就冇嘅聲。阿莫話。我首先加工嚟。哦 ，white daughter 啦。哦。哎呀。我特晚 mute 掉嘛。哦。對。哈斯朗姐姐嘅。一個 echo 呢聲。Okay, helicopter continue please. Okay, helicopter continue 嚟。So 我哋咧咪是半日加暗嚇。Okay，半日咧就是伊厝正熱嚟做，伊好嚟開啊，點會用啊未用起咯。So 我哋嘛 complain ho owner 咯。出租。So the landlord 啊，出租嘛叫佢哋maintenance 嘅人嚟修理咯。伊修理好啦，喺阿妹希望開會啊，一會本是索油咯，媽就揾個寄嚟，一個再嚟，你一個再repair，你阿妹一會爆炸。哦，伊是 fluorescent 嘅 ，round 嘅 fluorescent 就。哦，哈。伊是 round 了，伊有 casing 冚下你伊 fluorescent light 起來嘛，伊成 round 嘅 lamp 係嘛，然後伊爆炸插伊 casing 都爆炸了。喲，別啊！你攏聽到伊別啊是伊攏嘛就係見看到是哦。我聽到個 because 伊玻璃甲拔到落來。so 了我嘛往嘅好佢只嘛無去咯了個伊walkway because 佢哋是好就往好落嚟會一個會用一個佢哋爆炸咯。你放好嘛 walkway 咯，after 大門之來有一個 walkway 咯。佢哋 walkway 會本實在有時愛開，有時會開，有時未開喺呢度。所以我嘛佢叫伊佢哋maintenance 嚟咯。你講哦，即係伊未做嘛，伊講就伊把佢哋 back 個牌講，我特別 hack wall。所以我 student 嘛，佢條 hack wall owner 嚟講未使 hack wall 啦，未使 handle 啦。hack wall 係咩？爬伊入過伊隻佢伊 wiring 嚟邊度掉呀？OK，佢哋開伊邊起來啦。特別佢拍破伊邊，即係隻伊 wiring 啊。所以我講唔要緊啦，一日可以未用嘅啦，未插嘢啦，真猜。人 students is more in the room rather than in the hall 嘛。一幫到朋友一齊幾多聽嘛，所以嘛冇插少。了往大agak有一淡薄不奇怪物件發生啊，成日我人 balcony 我冇用 because of in front of one balcony 啊有起新嘅 condo 咗，所以只頭先所往 balcony 冚嚟。所以我人嘛，我人三多可能咯。等陣再講。我拍三多可能嘛。啊，秘書，你叫啊，秘書長。冇叫你啊。你叫張公嗎？baru ni啊。冇，怎麼你叫嗎？我不叫你。呀！我聽到張公叫阿 John 啦。啊，我咪想。John，我咪 mute 掉呀，但嘛，我就係開掉嚟 answer 你就係。特別我聽到你叫。我係啦，我冇聽到嚇。我聽到啊！我聽到你叫阿 John，你有冇講係咪是張公？你係是邊個講？我嗰時聽到你叫啊，咧我琴日去 unmute 你嘛，我就冇叫到你關行。唔是我啊，John，唔是我呀。成個女聲喎，我聽到我叫張公。
耶，嗱，個蛋咧，我明㗎。我係特杯查某囝，Go in the machine 啊，樣叫。Because 什麼事我 mute 掉 ，because 我狗喺這邊走來走去嘛，就所以 mute 掉嘛。哦。冇 before 你叫伊嘅時嗬，有一個打 machine 嘅聲聲。冇啊，我冚掉。我聽到 machine 嘅聲，像迄種嘶啊嘶了嗬，了聽到你叫伊 John 安尼嗬。哈，了阿 John 嘅音樂，特別阿 John 有聽到迄 machine 嘅聲。我冇注意聽到。我想講，我有聽到，我想講是青枝嚟。哦。冇啦，我冇講話。我話你聽到迄個按字嘅聲，我有聽到。電嘅聲冇啊？冇啊，冇，聽到聽唔到啊？喲，今日南西聽到呢啊喲。我聽到字，然後了我想講只講哦，叫甲阿 John 講，誒有可能聲，看直是蝦米數，看了，甲你。一共冇嘅阿 John。呀，嗱，其實學即接咗啲講即 helicopter。咪關你先。helicopter。所以我講即係 balcony 係冇開嘢咯，因為 dusty 嘛嚇。對。頭昏嘛。你我諗拍沙，或是拍話可能如果開紅時， ceiling fan 咯。ceiling fan 學緊話叫咩？ceiling fan 咯。出頂紅絲。出頂紅絲咯。我人誒，迄啲拍衫嘅物件，伊家己會巴肚啊，伊家己會換去別位啊。所以我人就買上呢這個嘛。你家己還是有懷疑哦？你家己有懷疑哦？冇人懷疑。哦。因佢在邊說，因為我喺拍衫，唔是我真 stable。OK。伊係冰買冰嘅款嘅，冇應該係冰啦。所以我人就冇上呢這。到家一日嘅時呢嗬我 because of 我嘅 roommate 伊轉去伊 hometown 做internship 咯就，所以我咪將到房間了個一間個一個查某啊，所以三人了。本地有四個人，本地個女群嘅房間是有兩人啦，女尋是 roommate 啊。對，所以一轉去啊，所以就三個人啊，所以佢哋打玻璃嗬，大面嘅 roommate 就嚟找我咯。伊講agak 1點幾早起係1點幾早起。so 1點幾早起嚟講你妹。1 AM 伊叫我啦，我講佢哋屬於講，伊報到要人去 burger 係咪？我講 OK，because 我哋講到一啲有一環啦，白都嚟 burger 快好食咯。所以我講 OK，我講人去梅花 ，because 佢哋查某啊，伊本讀短嘢啊，但伊嘅 sister 嚟多。His sister baru start college na. Oh, okay. So his sister like, his sister quite a big size girl ni so. So, wakau lagi boleh cakap burger itu ada IC ah. Liao. So, bagi kau ibu yo. Kalau Hokkien nang aku yang ciu. Kau ibu yo. Dia ibu kau, aku mai, ibu lo awang mak yo. Dia ice dah ibe tu cai student awang bobe hale bed frame ni awang kena bed mattress dah tu tokai ya. 個卡咧，伊到底伊本飲貨，伊咪即係伊到底是係AA 到底嘅就 Japanese 嘅 coffee table 啦，但伊是對，伊是係 laptop 咯，所以伊甲伊嘅 friend 坐伊邊咯嗬，伊 friend 快水啊，伊 friend 請伊 friend 快水快水，了請伊請隻 spaghetti strap 甲請一個像 mini skirt 把 jeans 嘅 material 咧，denim 啊，so denim 係，所以我問你愛食 burger，佢買我食飽了，然後我甲我嘅 friend 咪看了伊嘅水嘅朋友，伊水嘛搖頭了咯，笑搖頭咯，所以嘛是 acknowledge 埋咯，所以嘛叫我人嘛就叫我話，即係係 housemate 冇水嘢啊，啲水大家都嘛是笑咯，所以你話講咩啊？所以兩人看到啊我兩看到了，白夾 burger 起來借到你暗暝好嚟喂啊，借 burger 啊，去困咯。你咪就去我agak快揸車就7點幾個車啊，7點幾個車我報到有嘅時，我咪去跑埋咯。然後轉係你喂獨位嘅 housemate 啦嗬，就我一出來 from 伊度咧就 because 我 master room 有家己嘅 bathroom，你一人攞你 share 一個 common bathroom 嘅，所以一出來 from bathroom 咧，伊咪自己房間了，after 一出來因為哇！你揸車我講嚇，叫用你唔係一個愛去Chinatown，我講唔係啦，我講我講唔係你朋友你咪唔要，係咪朋友？人嚟啊！呀！我咪講咯，朋友唔是人嚟。所以我咪想
maybe 我 maybe 我 dreaming 啦嗬，就係我 maybe is a dream 啦，我冇啦，咪見，所以咪記咯，咪記到，我有時候我有食 burger 咯，我咪記我係三馬湯咯，即係而家我有攞嚟 burger 嘅攞就。哦，你是冇 sure 嗰係就咪我去食 burger 啦，你想佢 incident 是 maybe 是捆綁上面啦。所以講波食 burger 我嘛自己想驚者啊，係啦，我嘛叫佢一間打波出嚟。就係攞食 burger 有啊，然後你看到你查某你查某有啊，哎喲，然後我講你 scenario 係你查某 deny that you 係你朋友啦，所以你講哎呀，你講笑嘅啦，老佬啦，你朋友，我話叫你阿妹個俾當機就對嚟咯，咁咪你朋友一隻有啊，是你冇朋友嚟，我冇啊，咁我就冇錯過人啦，就係一人，因為就係我每日食 burger 時，你講埋啲朋友嚟講，冇人，我一邊車去啊。所以係阿妹是咁樣物件，沙拉咁樣困到，因為我masuk大鏡嘛，咁樣驚咯。然後 next day 呢，一度考一巴咯，你一巴就知道買 ticket 去轉去簡單啊，is 簡單啦。哦，你是佢對一百萬攞人都錢，然後冇人個大你照喺度，我冇叫我朋友照大，係根本佢朋友係照大。So after few days 我啦個tutui嚟大 ，because 係一邊嚟第一個tutui嚟嗰度。嚇，即係係傾下背啊，是伊嘅 sister。背。啊 OK。伊只係為點？伊只不是 industrial training，但係簡單。嚇。所以伊咪個 start 嚟嘛，所以伊咪大係伊只行徑咯。嚇。你依個加大啊？依個加大啊？加。然後我問佢，你是對簡單了，安怎？伊講伊嘛去問人講咯。嚇。人講係你幾介紹朋友吧，冇含糊咧。哦。跟住自己又自己找嘢啦。哦。伊冇意思，人講 depends on 講嚟講，你唔知啦，唔知要做咩物件，你要對簡單，你去做伊嘅係咪啊？伊講的啊，是唔是？哦，做講的就可以。แล้วอีกgo peacefully สักทีนั้นน่ะ所以อย่าไปติดกันทันกูพาเดียวเหรออีมาตัวฟังเงี้ยสุบะโบสูจอยตัวเป็นสุฟังแล้ว after that โบสูแล้วเกากาจีสิอี sister industrial training แล้วว่ารู้จัก so โบสูว่ามาซิวอีกุยมา happy go lucky แล้วเดียว應該是โบสูแล้วอี度水白會大咯 ，because 伊 campus 闊開嘛，所以伊 sister 就對嚟咗，แล้ว我係roommate 都對嚟咗，所以自己 sister 係咪困嘅事啊？伊困車啊 ，that night 是同伊嚟各位朋友，冇3點幾隻咯，你話困唔到？伊講我係使接困啲朋友啊 ，OK， 你在上面數啦，在上面數啦，我會在上面數啦，แล้ว next morning 是want to interview 伊哦，問做咩事？伊講伊困車，伊係去攀搖，伊唔知幾點幾擺，伊真係半暝掉了。一看到伊mirror後只有一查某穿那個 T-shirt 加 mini skirt 徛了咗。呀！冇看到 facing the mirror 嘛冇 face 伊。哦喲！有講你按照你家走出來，你 mirror 是 beside 你嘅 door 呢嘛？講冇，我 try to 困。然後3、4日我未困，然後我個假使開白照就我冇看到伊，我嘛咁樣走出來咯。哦。OK，見。你一本驚 ，the next that evening itself 一本就對佢簡單。所以白個一個去請人講，係人講你伊甲無呢是甲你應該你是甲美麗小妹。哦。所以是甲一個 friend 嘅小妹 maybe。伊小妹是迄個較背啊，伊是甲你背嘅，伊是甲大部分伊是甲你就甲你背嘅做朋友咯，所以伊人講喺話講解啊，伊就 start 做亂咗咯，係嘛，伊講你做伊嘅講敵咯，所以伊人嘛做伊人有伊人唔知咩啊，做伊人嘅 player 啦，有伊人嘅像啊有伊食物件咩係啊，所以伊嘅小妹都。Or that day already means 冇多簡單， means 嗰時多伊嘅 KL 伊嘅新嘅 hostel 啦。So that night after 伊嘅 sister 人做講啲 after 唔知幾點早起啊？伊講伊困嘅時，伊講啊，你冇多人厝啊嘛，伊發電啊嘛，係你背啊。所以伊就講半暝時，伊困醒嘅時，
伊看到他哋查某坐伊边仔咯，嘛伊无惊，嘛伊无惊，伊讲伊 feel 真啊 friendly comfortable 哦，伊无惊咧，伊嘛快查某看呀，伊查某行走無呀，哦，他是去到無呀，啊，他哋是去到無物件，了嚇，你講 sorry，無伊度無你查某告訴我。แล้ว one month because ว่าไง contract of the condo agreement tenancy agreement 是 1 year 嘛 one month before ว่าไง tenancy agreement แล้วสิ啊ว่า that time 是ว่า industrial training 咁樣做所以ว่า shift start 7 o'clock 所以ว่าจะ早就走出去啊就去做工咧ว่าก็5點半就出門啊咗แล้วว่า即係啲ตัว middle room 嘅 friend 啊itu 有 class 9 o'clock 嘛所以伊係去講佢哋伊嗰隻 housemate 都用咗伊 bathroom 咗伊度嘛是未仔咯，伊未嚟接 bathroom 嘛，伊人是 share，แล้ววาง master room 有家己一個嘛，所以伊度愛嚟接 bathroom 咯，แล้ววางแบบไม่無落就วาง只 mutual understanding 咯，所以伊嘛開門一แล้ว就見落แล้ว有人 shower 到嚟邊咯，所以伊嘛想我 shower 問我哇，你今日冇去做工啊？哦，แล้วตัวนี้伊無接小咧，嘛去食藥，食藥帶伊bathroom，而家就我整好啊嘛。แล้ว我4點半咧，我就到厝咯。我早係10嘛，所以4點半到厝啊。แล้ว伊然後5點幾就到厝咧幫我啊嘛。伊問我，你哇，這擺搞省啊，冇去做工啊？我你笑誒，我7點做到3點，話個邊人講冇去做工。喏，怎麼我聽有人食喺度，你食9點幾？嚇，係邊嚟仔？又唔制，我依份仔嘅每個 lock 誒都制喎。哦，แล้ว即係收誒笑咗。哦，你自己咁樣自己食咗？我佢講都冇人。冇事啊。but 我 shower ben 我กับ我 roommate 係是我長係是我 always feel 有隻 presence 就冇講。我實在係我 toilet 真大間嘅咯，有 bathtub 本嘅咯，我toilet。所以伊塊大間嘅咯，if normal apartment 人會家就一個 room 就 that size。所以伊只小塊大間，but ben 我長係是我 always 冇一個係咩啊 relaxing 嘅 feeling 就有一個人看條路嘅，but 我 so far 冇看到過。哦，你 still 大條邊個？不大條邊嘅啦。冇，我大幾年啊，個半走去啊，講咗。誒，你特到對處時，你感覺上驚驚，你先是看上有呢 experience 啊。我唔知是我特別我覺得只relax 咗，我都我真係有 something wrong 咧嚇，伊可以未開啊，有時我佢做少咗，伊你即係我覺得伊 walkway 伊 entrance like 啊，你未開啊，我開啊，點知未開啊，開開啦。咪派事啦，我叫嘢啦，成日講佢啦，你等陣要開緊要開佢咯，哦，啊，我計那個要開佢咯，佢計沉香，佢計沉香。maybe coincident 要開佢啊，哦，我 first 我想 maybe 是係你係咪啊 starter 派，哦，starter 唔是未，啊，我想 starter 派唔是 starter，我 ori 我 starter 未，哇。奇怪，我唔知，我 maybe 我打好個大，我個了就 relax 嘅，嗱你查某嘅驚啊，比較大啲做。But why 我人 decide not to 大下啲做 ，it's not because of the thing presence 啊，it's actually 我冇自己嘅 owner 啦。哦，伊就做小嘅。有個理教，驚咯！我未看無辦，但是講你去到你 roommate，你看邊啊，你看到房間裡面有另外一個查某咧，伊另外一個查某是幾啊？你個加大啊？一間厝，無辦。透明罩啊！透明罩。佢哋 condo surrounding 是唔是有 hospital 誒？我人是 because 我人大Bandar Sunway 嘛，所以快晚到 Sunway hospital 咯。但唔是講正晚，唔是講隔壁啦，你對面路啊？對面路。Oh my god！Oh my god！南西都真衰啊！南西都特擺就成日看下人嘅。哎呀，南西。應該我 feel 到像是迄個查甫應該是 hospital。是咩？我唔知喎。喲，南西。啲人講冇講到你滾出來。南西，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บัวมีแก่ because ว่า看到一箱人那款子
所以就送哦，it's a normal appearance。水，maybe 個水嘅數，but 伊水嗰個較水嘅。啊，我希望伊特別名嚟帶路咯，是唔是？你想買？買。誒，你看啦，南西幾日到啊嚇？伊講伊每個 question 啊，伊每個 question 個了掉誒，特擺你叫定到時你個每講嘅你。嚇 every time 啊，特到阮轉嘅，伊每 question。啱講翻去南西。下面嘅。你看到是 BGS 係嘛？係咪？就咱 BGS。對 BGS。你看無可能南西雜，你看你物件，伊到底講話係哦，乜你 pick up 啲物件，南西是有嗰啲 give 伊就是有嗰啲 vision 你看。BGS 嘅 area 對。BGS area 嚟嘛？佢地址是 BGS 係嘛？對。南西，你看下都無白邊啊，一個頭。喲。你照顧咪講下面，等情子講未？我一個咪講咧，拍斜嘅啦，我點直看我後尾看。啊，講好，我諗點知你我講我香港冇見啊，我講你安怎聽見，我就話。你的 what 啊？你啲聽，你 OK， 你暗暝你看車時吼，你啲車聽，我讓你佢告訴。哦，而家真驚啊！我話你香港冇見，我吵嘛，咁冇。我就是我係用什麼刀分啊？誒，舊講講得真嘅哩度，我講嚇，條嘅哩，我唔潮條講嘅，我咪好嘅哩。然後伊講我到啲車聽嘛，我唔知啦，我就係真嘅哩啦，到聽我就驚。然後有時我暗暝半暝，我 try 半暝啊，11點，我一人換車對厝咯，我一路吼，我放earplug 嚟聽什麼？放 earphone 嚟聽哦，有影是聽袂落啊，聽袂落。哦呀，聽在幾哩啊？20分鐘聽袂落，別。誒，即刻來啊！即刻你名我叫你名，特別聽到是。誒，冇聲。冇聲。嚇，你叫名我聽到叫你。Hello，有聲無？有了。哇！我甲你講我真驚啊！我因為我墮入 BGS 嘅。你是唔是墮condo？我無墮condo，但我當嘅我係厝無人，我睡房間嘅，但我係厝主，咁樣走去 holiday， 我係厝規間無人，我一個人嘅。所以你 BGS 係下面 area， 你使教我一畫下面 landmark， 我講畫。BGS 7。應該是快 next to each other 嘅 line。誒，我講啲啊，但唔是得切嘅。誒，你把單看到就我穿 spaghetti stripe 啊，嚇，穿 mini skirt denim 你忘記叫伊啊？誒，冇聲，你睇那邊後面你個燈點當嘅？哎呦，你個燈點當啊？啊，呢度你靠啦，要風吹嘅喎。我問嗨啦，誒，無啊，等陣我問你名係咪？你聽到我叫你名 nickname 是？無摸嚇。無毛就是無毛驚，即係無毛驚啦，無毛白大漢咧，係咪無毛白？我聽個未大漢咧，可能我係起嚟聽梅姐，我驚啊！你叫南西咯，南西係咁你講嘅咩？講唔係我南媽聽㗎，我今日去找我係硬講古出嚟。哎呦，吉利，那之前個教講咧，之前個教人特。嚇，你看個教啊，等下佢等啲就冇啦，即係冇毛白，個驚個係蝦人。係蝦人個。唔是啦，伊唔是個燈，伊個燈冇叮當啦，伊個 resolution 啦，點樣走？哦，一隻換。誒，無我每人看啊，攏講安尼幾個物啊，真正艱苦看到，真正看到嘅嘛。你把招來，只招人我嘛只會看到嘅嘛，南西啦，就一間helicopter。你看到呢？我嚟正哦。嗰時伊是 already 成個人形啊，人形嘅我個冇嚟驚咯。對老實講，你咪是想講是另外一個人嚟看咯。特別冇驚冇啊。係是我 feel 到伊嘅 presence， 哦 ，feel 到 presence 就我較驚咯。
但是講你是人形嘅，你根本唔知講係幾，特別你我係一個頂到我係高嘅，學堂嗰邊特啲馬拉瓦蒂嘅位啊，伊嘅一個roommate 嘅厝咧都有一個本是成個人形嘅啦。特別係你我都驚啦，因為伊 every 唱個阿妹時候是等人新聞嘅時，等人你睇聽到是人是幾點啊？6點還是7點放等人去啊？嚇！你7點，應該8點是阿嬤啊。對，所以伊係你帶咩時，伊度出來嘅喎，伊就像阿婆咧穿烏衫烏褲衫阿嬸嘅，不是阿嬸成個係你頂個馬井可能啊，你真係登山嘅你哦。等人衫咧穿褲嘅哦，伊度出來啊，到啲結真你見嚟幾嘢喎？誒是囡仔，未記是囡仔是查甫啊，是穿烏衫烏褲，但未必是查甫囡仔，唔是阿婆啊。查甫囡仔，伊出來樣嘅厝誒是已經栽個了人誒，伊規間厝嘅人誒大厝合併厝人無插誒，是講7點嘅時啊，是買即去結真就對啦 ，avoid 去結真咧可以到後尾，咱人看到就對後尾結真見嚟去，跟阿妹時間出來，伊無插落人，是講伊到啲結真嘅。即係人無去吹梅啊。因為冇，因為成日講被 respect 伊 space 啊，咪去猜啊。我有可能我係梅伊咯，伊愛蝦米物件？哦 ，maybe 最梅愛，有影伊假如講愛路何必調安怎好啊？伊講我愛路 helicopter 我愛路，不得。我買梅個好啊，係啦，伊講，不對，確定 helicopter 梅路，伊假如講我愛坐路做啊，唔係梅係一次點就好。我有一個朋友厝本上你看到，我朋友本是有擺一個吼，樣有學曬一個位吼，我就是講啊，有擺伊嘅，你看到就學曬幾啊？學曬啊，真正久了嘅，因為迄個啲迄邊個真正久了嘅，所以 before 有一個朋友吼，你說我朋友嘅朋友啦，伊會看到這種物件嘛，所以伊去伊厝嘅時候，伊看到阿尾邊個咧，伊真不自然，你看到嘛？然後朋友問伊做咩，伊講你會結真呢邊個有一個查甫吼，上吊蛙咯，就係徛喺邊個查甫上吊蛙，然後伊講亂，伊講哦，我朋友講誒，這裡應該是往學曬啲傾嚟。哦。讓細漢就學，伊講我朋友講，伊細漢伊爸媽就學曬，旁邊邊個學曬伊啊。哦，你伊安怎學曬？你幾唔記是安怎擺呢？學唔知喎，旁邊我唔捌去過伊厝，我朋友講伊厝然後學曬伊安尼講哩，旁邊頭殼喺邊個？有擺伊啊，未必是放龜子啦，哦，係咪啊？你講咯。哦。啊，所以講。咁樣講冇成績，我有日講特別貴牛啦，我貴牛價講。OK， 你啊個確定即係嚇 OK，即係我每情節咧，情節有幾個故事講情節。我有幾個故事，特別特別我若是講啊，英國中無上錢我人嘅。不要緊，伊是的呢，伊咪無上錢喎。南西講啊。看車阿妹啊，真啊危險，有時一個，我啊小妹啊，上西，伊上啊南西呢，伊會看物件，有一擺我人個好朋友啦，伊會鳥歸心去怡保個位了，下晡啊個5點幾呢，然後伊家己一人，所以伊打電叫我人兩人落去鬥骹手咯。所以一個放工咧，我人兩人就換車要去怡保咯。我個小妹換車，我坐喺邊啊。過到未到怡保要過大巴了，我人下去大巴了，個 continue 咯。連彼時甲我講咯，會叫你攞水出來咱。咱 pray the rosary， 我講哈數咧，伊咪甲我講呀。所以我兩人直直 pray， 到5邊嘅位甲我講會現了，我講哈咪數，我甲伊講你咪拍前驚我，伊講無，伊講伊換車係點聲，特別暗了啦。伊看去 rear view mirror 位啊，伊看我朋友會坐去車後尾嘅位。而且喲，到底坐到了，你路人兩人坐頭前啦，後尾無人啦。哈，所以唔係甲我講，我拍前驚，伊甲我講點樣，直直 pray rosary 咯，直直 pray 咯，pray 到5邊嚟講，好了會現了。
我讲喊咩事咧？伊讲无了，伊出了。哦，有是安尼，有一摆啊，我人去巴黎就，啊，真正换队来啦。我伫换车坐我边啊，有听我讲了，我无去创。你再去安尼红火青火的位，你就会下嘛。哈。然后咱这边KL 啦，有诶红火青火有2-3个咧呢嘛。然后我人嘅车骑迄个，你知逐摆下车，人隔壁嘅车逐摆变来看你诶。所以我甲伊讲，下暗了咪50路咪去插伊。我诶即个若是规时暗时，若是人看来啊，我假使啊，我举我手为鼻孔擦了了，我去我厝，看来二里买药。我做了，反正伊甲我讲行，我讲你小红火嘛哪会行？伊讲行，闪去边啊，若迄边有一个 space， 闪去边啊。到厝诶时，甲我讲喊咩事着？迄个一个查甫去迄个车我人诶边啊，有伊讲，迄查甫啊，差不多要死了。呀！伊讲伊看到伊诶目睭诶伊诶目壳，伊诶毋是目壳。伊个目睭啊，有血流出来去目睭，为啥目睭呢？哦，伊会看呢，我嘛知 ，because 我人出事时啊，伊出事伊有伊个咧，伊个脉看伊个面的嘛。脉啥意思？啊，莫话是叫做 call 啦，伊像一个膜，一个膜。哦，一个膜看伊面的。哦，你安尼看你对看物件，好呐。伊会看物件。了你的厝的人，甲了你的厝人，除了你的 sister 个就是人会看到别人。伊一人呀。一人呢？伊一人呀。了，even 伊成当伊成个大汉了老了时，佫会有安尼会power会来看到。我人来 KL 大，我人以后未结婚的时，我人两人公司就一间厝啊。伊大这边有真正一摆，若是朋友爱买厝，还是爱搬厝，还是安尼啊，就叫伊去看，伊行入去，伊就讲啊，这个厝我甲你免买。哦，伊咪看到啦，伊会 feel。我想问啊，Twins 啊，是毋是淨係感覺到對方嘅？我冇明白你講咩。你有成日有 telepathic 嘅 connection 咯，甲你 twin sister。Sometimes 有，我人學古細漢嘅點聲去學，點聲有啊。安怎？先生誒，punish 我人，伊個 essay competition 嘅時叫我人，你大擺啊 English essay 互你攞曬，大咗互你。對。我人 choose 的上，大咗寫上。哦。所以咧，先生上講我人copy 哦。伊要 punish 我人了，我爸講唔是安尼款嘅，伊人無 copy 嘅，所以我互我人個做 redo the examination。個上。我係小我借完講啦，我借完講啦，我所上我人寫上。哦。趣味哦，你啷是twin 是安怎講啊？上億嘅啦。上億啊，上生啦。上生。你啷上邊咯？有個人講上，有個人講無上。伊甲我兩人是 opposite 嘅啦，我是倒手，伊是正手。哦。opposite。趣味。真特別 ，sometimes 咱若是上物件，我人兩人上平平。前次古仔啷細漢時啷有play a trick on 啷嘅先生嘛？冇 play a trick on 我先生，我 play a trick on 我媽。我媽老了老毛，伊未帶我人阿爸就，特別我小妹咧，伊手啊，倒手有一個字就，特別若叫我來講，學阿媽看啷嘅手，所以伊知要做啥物，做我都有一個我嘅 pen，
歹死咯，歹死我頂到嘅時候，我有安尼看啲 family 可能係唔在南西，在南西應該會在是，我 feel 到啊。但是講有人成個特步成個你 psychic 嘅 sense 啊，你 because 你 sense 是真少，真正薄淡薄呢，你 sense 你 feeling 嘅物件咧，你都較應該就貴，我是聽人講啊。但是講你 tune 你 self 要去，你 in tune 到你 wavelength 嘅，你都會看到誒。特別我買啦，我驚，我頂到嘅時，我甲我哥。甲我媽，我人三人呢，只有迄個 connection，迄個 link 嘅咋。我嘅媽，若是講頂到嘅時，伊會知我人其實要拍電話對厝，頂到我到 KL，還是到啲美國嘅時，我要拍電話出。我媽會知講，咱這幫買出去，我感覺就成就 phone line 款，你都對伊話哋拍電話伊啊，我都無解講無要變嘅事啦。所以我媽甲我哥。甲我三人用是會feel 到迄個 connection。我甲我哥啊，講常我人講話物件講想出來，因為咱往前差咧就6歲嘛。我講話是想嘅物件，伊講出來，啊無就是成啊，我會頂當時往佚佗咧psychic嘅物件，我叫伊笑物件，然後我 describe 伊啊，講 number 啊，啥物件伊會講準嘅啦。但我媽本會我媽會 feel 到。還是我人不好事啊，是咩啊？我媽會感覺是無爽嘅呢。OK， 講各位聽眾咧，當今就暫時講一病性咧，人哋當晚on 樂小姐啊，樂小姐啊，是特別搬咗攞出，即係頭一出嘅 ending 啊，即係頭一出嘅 ending。有時若是講咱咪接落到底來聽下咧，四大輩講嘅幾個故事咧，個接落聽主講嘅 hotel 下面幾個故事咧，特別下禮拜過來到底來聽個知道咱希望了當晚我特別嘉賓咧，都是唔知就最啊。住啊！胖康唔是，即係講到胖康菜杯青子，但係未見講青子啊！菜杯青子helicopter， 但係應該點背來個數咩？南西我冇白文未記講，但係是了個有阿舅了四大輩特別冇講掉過了，可能禮拜當到底嚟聽四大輩講嘅，了但係一間會對嚟個本係你性格啊不，即係事情啦，唔對嚟，但係但係走去嘅時就加工 ，OK。感謝啊！然後若是要聽嘅接會講真正驚啊，第200咧，誒，故意告訴你特別到底嚟禮拜到底嚟聽，感謝各位聽眾，講拜拜，拜拜，拜拜。